多云偶阵雨，天气变幻莫测。如果你一不小心，就很容易变成落汤鸡。聪明敏锐的你，要跟朋友出去的时候，你看到天上，哎呀，看起来怎么黑黑阴阴的？这时候你就要跟你的朋友说这句话，听清楚喽。有阴有阴，行下袂落雨。有阴有阴，行下袂落雨。有阴有阴，行下袂落雨。天空阴阴黑黑的，恐怕要下雨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嘿嘿，当然是要带这个喽，雨伞，这样就不会淋成落汤鸡了。那现在我们就赶快去看看这句话要怎么用，走。有阴有阴，行下袂落雨。12点了。对啊。哦，难怪我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的叫哎。那你要去吃什么啊？随便啊，都好啊。可是外面看起来黑黑的，好像快下雨了。是吗？看看。哦，运动多，云很多，看起来无阴无阴，讲怕会落雨，看起来阴阴的，恐怕会下雨哦。可是刚刚太阳明明很大，怎么突然就变天了？那你有没有带杂雨伞啊？杂雨伞？没有哎。没有，那只好打电话叫便当，不然会淋成落汤鸡啦。啊，那下午露营怎么办？那就只好穿睡衣、穿雨衣。哈，穿睡衣、雨衣，这样很丑，你开玩笑的吧？我不要。不然怎么办？快，打电话叫便当啦！复习时间，云很多，运动多，运动多，天气阴阴的，无阴无阴，无阴无阴，恐怕要下雨。强怕会落雨，强怕会落雨。伞，杂的，雨衣，睡衣，睡衣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，中敲嚟講客家吧。名人会客室，亮面共哈吧。今天来的这一位呢，也是位主持人，但来到这里一定要考大家的哈吧。我们来欢迎郭世伦。哈哈后海黑郭世伦。那今天呢，郭同学来到这里呢，我想跟你聊聊，因为你平常都会出去，喜欢跟人家出去约会、出去玩嘛。户外活动适合郭世伦，是。所以要出去之前，你一定要问。紧不腻，甜死后梦。今天天气好吗？但是出去的时候最怕走一走，突然间落雨下雨，但是没关系，总算在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天穹。天穹彩虹，很漂亮。不过我想说约会大家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是后田晴天，这样玩起来会比较尽兴，对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很温暖，走一走，你来看看上面有一颗好温暖的日头太阳，厉害！谢谢老师，不客气，这位学生非常厉害，以后可以常常来我们的课堂上学哈巴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一定要学好。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跟天气有关的。好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天气好吗？紧不腻，甜死后梦。下雨，落雨，彩虹，天穹，晴天，后田，太阳，日头。所以呢，郭同学呢，今天在我们的课堂上，想必有学会了客家话，学到非常多，谢谢老师。OK， 复习时间，今天天气好吗？紧不日甜死后梦。紧不日天时好梦，下雨落雨，彩虹天穹，晴天后田，太阳日頭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，中敲嚟講客家吧。
现在很普遍，几乎每个人都会养一些宠物，比方说有人养狗，有人养猫，等等各种不同的宠物，所以常常有机会会跟别人一起分享养狗经啊、养猫经啊，甚至还有养甲虫经啊，等等。这时候你可以用这一句话唐后了。你给不下有口叫的毛，你给不下有口叫的毛，你给不下有口叫的毛。你家里面有养小狗吗？现在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运用这一句话。走，你给不下有口叫的毛。哎，秀秀，你看好多给我的狗，东丁一下，好可爱哦。哇，真的懂点一下，好得人疼的感觉哦。哎，米儿，你给不下有口叫的毛？你家里面有没有养狗啊？有啊，我家有一只给我的狗，还有一只猫啊。你看它们打闹啊，还是翻滚在一起，懂神气，很有趣哎。懂神气很有趣，嘿，这样感觉真的很有趣哎。对啊，哎，上伟，啊？你给不下有口叫的毛？你家有养小狗吗？啊哦，因为我家住的是公寓啊，所以不可以养叫的狗。但是我养的宠物懂特别很特别哦。什么宠物啊？哎，我养的宠物是怪耶青蛙，还有条诶小鸟。什么？怪耶，青蛙。啊，我最怕青蛙了。那我下次去你家要小心一点。还好啦，它们真的很可爱，懂特别，你很特别，你不用担心啦。复习时间，狗叫诶，很可爱，懂点影像。你家有养小狗吗？你给不下有口叫的毛，你给不下有口叫的毛。猫诶，很有趣，懂神气。青蛙，怪耶，鸟，条诶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下 Q 下嚟講客家吧。中国人的称谓有很多，而且还蛮复杂的哦。当你要问一个人他家里的成员有谁的时候，你就会用到这一句话，听清楚喽。你给不下有慢野，你给不下有慢野，你给不下有慢野。你家里有什么人？这时候你要回答，比方说爷爷、阿姑、奶奶、阿婆、爸爸、阿爸、妈妈、阿梅、哥哥、阿伯等，很多。现在我们去看看怎么运用这一句话，走。你给不下有慢野。哎，没有，我看什么照片是要跟我拍过呢？就前阵子啊，全家人出游的照片啊，你看大家的动作还有表情，超好笑的，一直这样才好笑吧？对，那你们大家都这样很搞怪。哎，你给不下有慢野，你家有什么人啊？我家有阿爸、爸爸，还有阿梅妈妈，还有阿国一个哥哥，还有肉台，加上奶鸡嘎，我自己才5个人呢。啊，总共才5个人，可是这个照片怎么看起来有这么多人啊？这次出游是跟其他亲戚，像是姑姑啊，还有叔叔一起去的啊。哦，所以你们家也算是个大家族哎，很难得哎，你们的亲戚之间感情可以这么好，真的很棒哎。那你呢？你给不下有慢野，你家有什么人啊？奶给不下有慢野，我家有什么人？很简单啊，就阿爸、爸爸、阿梅妈妈，还有一个阿国哥哥，就这样咯。哦，那下次我们可以约出来啊，大家一起出去玩，那个比较热闹哦。好啊，那下次约好不好？复习时间，你家有哪些人？你给不下有慢野，你给不下有慢野。爸爸、阿爸、阿爸，妈妈、阿梅、哥哥、阿国、弟弟、肉台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下 Q 下嚟講客家吧。
颜色有暗多，有的人喜欢粉色，有的人喜欢黄色，还有的人喜欢泡色，各种颜色都有人家喜欢，因为颜色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哦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用到这一句话，然后呢，你中意哪个色？你中意哪个色？你中意哪个色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，你中意哪个色？哦，雨儿小姐，你 Top 3挑衣服挑了快1个小时了呢，你到底决定你要哪一件了没有啊？你给我30秒时间，偷3挑衣服啦！我真的不知道选哪一件才好呢。你中意哪个色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总该知道吧？像是粉色、红色、黄色、黄色、黑色、白色、无色、黑色，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啊，真的难选择哎。我来帮你选择啦。哎，你们女生真的很啰嗦哎。要是我一下子4件都买回去，这样就是谁不用担心啦。4件都买啊？对啊，太浪费钱了啦。好啦，不然你帮我决定1件好了啦。我帮你选哦。确定哦。那就这件。粉色，热情吗？对。复习时间，挑选衣服 Top 3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中意哪个色？你中意哪个色？红色、粉色、黄色、黄色、白色、黑色、黑色、无色，不用担心，唔是 sale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开了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都有很好的一片天。当人跟人要互相介绍的时候，你通常会问对方这一句话，然后呢，你走哪个条路？你走哪个条路？你走哪个条路？你的职业是什么？当然了，人家这样问你就可以回答，比方说我的职业是艺人，那你可以说我的职业是律师、医生，我的职业是士农工商等都可以。现在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走，你走哪个条路？来，李军来，谢啦。你的卡布奇诺，哎。5年不见了呢，5年不见，真的。对，我记得啊，从以前开始啊，你这个人啊，就以到处打工做很多工作出名的。你做过什么工作？你有没有算过？来，算算看啊。你当过这个服饰店的店员，还当过业务员，然后呢，还去这个便利商店呐，什么超级市场啦，拉保险啊，发传单啊，当家教哦，懂得很多啦。你走马个条路，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？做什么商啊？不过这个学生的学生很调皮捣蛋，你怎么可以搞定？不会啦，其实现在的学生学生懂电一下，很讨人喜欢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应该是你比较帅啦，你比较容易搞定学生啦。OK， 有空大家约出来一下。OK 啊 ，OK。复习时间，店员、业务员、业务员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你走哪个条路？当老师。做先生，学生的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名人会客室，
两名共哈巴。今天来到我们课堂上的是一位全创作很优秀的新生代男偶像歌手，欢迎张丰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丰琪。欢迎欢迎！哎，从我以前在做娱乐新闻的时候到现在啊，认识算蛮久，但从来没有吃过饭啊。我想说大家。圈内朋友很少，大家可以约一下。你有喊哦？你有空吗？我冇喊，我冇喊，我没空。我冇喊。那你嘛给时间开有喊，你什么时候比较有空？不用撩你，不用撩你，放不用假撩你。然后明天刚好是不用撩你放假日，星期六，不然明天我们去大丢西聚餐怎么样？可是因为就有活动，尤其是假日。又拒绝我了？没有，不过之后如果改天有空，就哈尼拜。哈尼拜就是下一次。对，下一次哈尼拜。对嘛，这样也才够意思。怎么从头这样一直讲到最后？居然说爱莫喊我没空。好，我们来复一下今天的课教好不好 ？OK。你有空吗？你有喊冇？我没空。我冇喊。嘿，我冇喊。我冇喊。放假日不用撩你。厉害。聚餐打丢西厉害。下一次哈尼拜。哈尼拜这一句也是你最会的。好了，那就这样说定。哈尼拜我们可以约一下去大丢西。OK。复习时间，你有空吗？你有喊冇？你有喊冇？我没空，我冇喊，我冇喊。放假日，不用撩你，不用撩你。聚餐，打丢西，打丢西。下次，哈尼拜，哈尼拜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敲嚟講客家吧。同朋友见面的时间，你可以从他的外表知道他今天的心情怎么样，是一欢喜还是冬天。你一定要关心他，所以一定要用到下一发。谈好了哦，你欢喜吗？你欢喜吗？你欢喜吗？你高兴吗？现在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，你欢喜吗？你害我抽痒一下，把我吓一跳。还抽痒一下，吓一跳嘞！我才担心你嘞，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哎，一个人盯着天花板在那边，你疯了？我给你讲个秘密哦。什么秘密？他连金子，不过是一条很普通的汉链项链，跟一个很普通的金子戒指，有什么好笑那么开心的？我男朋友送我的，正常。还跟我求婚啦。啊！你男朋友跟你求婚了？哦，你终于等到了耶！哎，所以你很快就要当人家的不用老婆啊！哎，你欢喜吗？你高兴吗？要知道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看你这么开心的样子，我看你是很早就想嫁了吧？可是你觉得我要不要嫁给他当做朋友？当然 OK 啊，这是件好事情，而且你等了这么久，应该马上答应他，嫁给他，当他的母女老婆。我也这么想哎。复习时间，吓一跳，抽痒一下，抽痒一下。戒指，金子，金子。项链，啪链，啪链。你高兴吗？你欢喜吗？你欢喜吗？妻子，扶娘，扶娘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敲嚟講客家吧。
进出出的听说中午后，但是在生活上常常会遇到懂给的事情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这样才不会忙中出错。当你看到你的朋友懂给很急的时候，他一定需要帮忙，这时候你可以问亚迪巴唐后溜，你清给黑某，你清给黑某。你清给黑某，你很急是吗？去看看怎么用。来，你清给黑某，你清给黑某，你很急吗？喂，你清给黑某，你很急吗？我问你都听不到啊！我当然很急啊！现在啊都已经3点了，我哈猪下午3点半以前啊一定要把纸条吃掉，汇进去银行。哇，我另外一张纸条支票就会跳票了吧？可是我再找不到，下午3点半以前，哎，那快到了嘞！给啦，帮你看看哈。哎，你讲呢？黑亚某是这个吗？对耶，怎么在你那里啊？你来红亚没啦？地上捡的啦。哦，好，我来不及了。哦，亚去啦。哎呦，你存折没带啦！慢慢来，你这么急这么慌张，等一下东西都掉了。我帮你看啦，整个桌子乱七八糟，然后女生像你这样。哎呀，毛是这个吗？被我偷走了？什么？我把你偷走？在这上面拿的啦。哎，好了，拖欠呢？复习时间。你很急是吗？你清给黑某，你清给黑某。下午哈猪，支票，纸票，存折，都金铺，慢慢来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客家中央嚟講客家吧。看到一张都给骗，去根本的面动书，用用来形容他的情绪呢？用亚基巴唐后溜，几发现呢？他生气了，听到这一句话要怎么办呢？散开眼的位就会爱他声音的位，不然到时候他生气，你就会遭到时局之殃。安内迪莫，现在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嘿，几发现嘞？几发现嘞？他生气嘞？他也会生气哦。对，他是好好先生的，不然你去看他怎样。好。打不通，怎么都找不到人。你在发什么神经啊？婉儿，你来的肚后刚刚好。来，你过来一点。既然你这么肚后刚刚好来到这边，那就让过来一点，过来。发现一下！你干嘛突然发现？吓我一跳啊！我当然按 Ken 这么生气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的好朋友跟我加钱借钱5万块，说好了要晚钱还钱的。我跟你讲，他本来上个月就要晚钱还钱，他不但没有晚钱还钱，他人还跑不见呢。国不穷，不得已的话，也只好使用法律来处理啦。国不穷，不得已用法律。不行啦！我跟他10多年的交情呢，万一走到对簿公堂，那不就连朋友都没得做了？也难怪你按 Ken 会这么生气。好，你去忙，我继续打电话找他了。复习时间，他生气了，几发现嘞？刚刚好，肚后，借钱，加钱，还钱，晚钱，不得已，国不穷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客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
东西唔见摕，也系做唔出事情的时间。比方说皮包的唔见摕，钱唔见摕，把柄打烂摕的。哦，这个时候动紧中，你会用到亚基法，看好了哦。勇敢闪，勇敢闪，勇敢闪，怎么办？所以啦，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小心，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哦。现在去看看，用的用亚基法，来去。勇敢闪，勇敢闪怎么办？勇敢闪，勇敢闪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上完，你在找什么？是不是有东西掉了？米儿，你来的刚刚好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手提包啊，然后里面有一个钱包唔见摕不见了啦。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我里面有现金1万块，全部唔见摕。马给1万块现金，怎么会不见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本来在这边坐着，然后后来电话响了，天发响哎，然后我就行到这边讲天发电话讲完了之后，我坐下来之后，我就唔记得忘记。唔记得啊，善伟，你真的是太大意了。你不要再骂我了啦，米儿，赶快帮我请坤啊，看有没有在哪里，帮我找找看啊。不用找了，这边人来人往的，早就被捡走了。我看你还是去派出所找警察帮忙好了。说的也对哈，我应该赶快去派出所找警察，不然我的现金1万块，现金1万块不见了，勇敢闪怎么办？好，快点，我赶快去找警察哈。不切时间怎么办？勇敢闪，勇敢闪。现金，找看看，请看呐，忘记，唔记得，派出所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名人会客室两赢共好吧。今天我们的课堂上呢，邀请到这一位是年轻人的偶像沈建宏，欢迎。大家好，乃黑沈建宏，这是我的新专辑叫《半成年》，送给少爷哥。那今天沈建宏来到这里啊，要讲客家说客家话，对，好不好？现在在宣传期啊，很忙。那平常会有休闲活动吗？喜欢干嘛？看天阳，休闲活动一样，我也很喜欢看电影，一定要假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电影。真的哦。那如果现在要约别人一起去看电影，来去看天阳，哇，就是来去看电影，对，一起去看就对了。对，那现在比方说变形金刚很夯，看过了吧？一定要的啊，在开玩笑。首轮的时候，你一到现场看，哇，排队排了一整列，你该不会也会讲排队的客家话吧？排列，哎，算很厉害哎，沈建宏，你几乎开玩笑啊，没想到半成年也这么厉害。好，排列也过关了之后呢，买票有分半票跟全票，半票哦。考不倒你哦，全票，哇塞，全票耶！哎，沈建宏啊，我觉得我有天分哎，真的有天分，对啊，太开心了。OK，就是年轻偶像一起来学客家话是很好的事情。还有一个看电影一定要背哦，吃零食对不对？朗达，哇，朗达很厉害 ，OK， 刚吓了一跳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沈建，哎，你真的很厉害哦。OK， 所以跟看电影相关的看天样你也会了，对，半票、全票、零食，还有排队都会讲。安子 C， 谢谢沈建宏，谢谢。不切时间去看电影，来去看天样。来去看天样，排队排列，全票半票零食朗达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哎哦。
管是上班、下班，也是同朋友出去了，常会要遇到的事情就係交通嘅問題，也係時節有便車坐的坐結好誒，所以你一定要學會亞基法。談好了，你愛去架視察也係坐茶，你愛去架視察也係坐茶。你愛去架視察也係坐茶，你要自己開車還是坐車呢？趕快去看看怎麼用這一句話。來去，你愛去架視察也係坐茶。哎，米兒，下班咯？對啊，電影要做乜嘅？等一下要幹嘛？我要去桃園找朋友啊。桃園哦。哎，你愛去架視察也係坐茶，你要自己開車還是坐車啊？我自己開車去啊。你要去那一邊，你要去哪裡啊？我想去五分埔逛街啊。哦，五分埔哦。嗯。那你愛去架視察要黑坐茶，你要自己開車啊，還是坐車？我要瞅茶坐車，你知道嗎？現在的巴士、公共汽車很方便。巴士、公共汽車哦，那你要去哪裡搭？就公司門口一出去，然後左轉，然後過一個閭行通人行道之後呢，就有一個巴士站、公車站，那邊就有了。哎，那所以你會經過閭行通人行道？對啊。哎，那剛好順路哎，那你要不要搭奶茶哎，搭便車啊，這樣就不用走路啦。真的哦，你人很好嘿，安子 C 哦。那哎，你的車子停哪邊？停哪裡啊？像地下室的停車場停車場啊。停車場，走。複習時間，你要自己開車還是坐車？你愛去架視察也係坐茶？你愛去架視察也係坐茶？公共汽車、巴士、人行道、閭行通、順路、停車場、停車場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坐公車愛大膽，坐火車愛大膽，坐高鐵愛大膽，看天陽愛大膽，看表演愛大膽，看麥記，全部愛大膽。哎呀，在生活當中遇到太多的事情都要買票了，這時候你會用到這句話，躺好了哦。大膽嘛，買票沒？接下來我們就看看怎麼用這句話。來去，大膽嘛。哈哈，總算定好了，還好有 V 耶！啊，米兒不曉得大膽嘛買票沒耶？哎，米兒，你下禮拜不是要回去嗎？你大膽嘛，你買票沒？啊，對哈，我忙到忘了大膽買票嘞。下星期二丈夫還要回家哎。哎，那你呢？我剛剛已經在明路大膽網路買票啦。明路大膽網路買票？我跟你說，明路大膽網路買票多方便哦。是有多方便啊？怎麼說呢？明路大膽網路買票啊，你可以不用去現場排隊，而且你就會有 V 的後槽，有位置可以坐啊。不然你要站着回去，真的很累耶。可是那我現在買還來得及嗎？現在啊，這個明路大膽網路買票是前天開放的，不然你試試看好了。可能會有 V 的後槽，有位置可以坐。不然啊，提燈轉移你的蘿蔔腿會越來越粗哦。複習時間，買票沒？大膽嘛，買票，大膽，前天，前日，網路，明路，有位置坐，有 V 的後槽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
等于上班上课要拄做的事情，就会洗茶。上班扶唔到，上课扶唔到，用个散哦。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，行好了哦。上班坐捷运有夹有送钱，上班坐捷运有夹有送钱。上班坐捷运有夹有送钱，上班坐捷运又快又省钱，去看看怎么用。落去。上班坐捷运有夹有送钱。干嘛一大早没精神？喊开哦！我现在超级想睡梦，想睡觉。干嘛？你昨天晚上没睡饱啊？我跟你说，大周去烘虫，一大早就起床，起床之后呢，就忙着要上班又切茶，上班又塞车，到了公司之后又要找停茶 V 停车位，找停茶 V 停车位，又一位难求，花了很多时间。哦，喊开哦，好累哦。哎呦，这茶东库真是很痛苦哎！你为什么不学我？上班坐捷运又加又送钱。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，上班坐捷运又夹又省钱，上班坐捷运又快又省钱，而且不怕找不到停茶 V 停车位，也不用饱受塞茶塞车之苦，更重要的，不会乱停车被罚钱。对呀，所以就跟我一起坐捷运吧。复习时间，想睡觉，想睡梦，塞车。塞茶，停车位，停茶 V，上班坐捷运又快又省钱，上班坐捷运又夹又省钱，上班坐捷运又夹又省钱，罚钱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时间又长 ，keep 差不多的付唔到的，差不多来不及了。比方说要去火车头用的门，躺好了，抢门火车头用的去，抢门火车头用的去，抢门火车头用的去。请问火车站怎么走？去看看怎么用。来去，抢门火车头用的去。喂，盛伟啊，是我雨儿啦。雨儿啊，干嘛？想要请你天数帮忙一下。天数帮忙一下。哦，你现在一定又在外面哦。我知道你一定又冲岔路迷路了哈。厦门火车头用的去，请问火车站怎么走啊？火车站用的去哦，火车站怎么去？你现在在哪？哦，我现在在我们上次一起吃饭的餐厅附近。在我们上次吃饭那个餐厅附近，那离火车站很近啊。啊，你有没有带上次我给你那张地图啊？俺没带地图，我没有带地图啊，这样我就不用问你啦。啊，你没有带地图哦？虽然很近，可是这附近的路还蛮复杂的。在电话里讲又怕你唐姆斯听不懂哎。哦，对啊，而且我是大路痴，你在电话里面讲话，我一定唐姆斯听不懂的啦，怎么办？我知道一个好办法了，坐机场茶坐计程车啦。好吧，也只能这样子喽。复习时间，帮忙天数，迷路，冲岔路。请问火车站怎么走？抢门火车头用的去，抢门火车头用的去。附近，夫圈，地图，踢土，听不懂，唐唔识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
名人会客室，两人共哈巴。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这个哈口口六的这个学生呢，是一位美女，而且唱歌相当的好听，出了新专辑，我们来欢迎罗美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美玲。因为现在在赶通告嘛，对不对？宣传期有时候自己开车要找停车位，然后好麻烦哦，要塞车很麻烦。对，这个时候你要坐机场茶。哎，厉害！坐机场茶，坐计程车。机场茶。那一上车之后呢，因为你要赶通告，对，赶通告，赶快很快到那个地方，所以你必须跟司机先生讲赶时间，赶时间了。然后现在就坐在车上，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路要怎么走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注意喽，跟着我一起开了啊！跟着你一起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先请先直走，车行，下一条路左转。走薯片，哎，厉害哦！走薯片就是走薯片，左转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再车行，车行啊，直走哦。然后接下来蒸薯片，蒸薯片，厉害！蒸薯片右转，好刺激哦！所以这样你赶通告的时候就一切 OK 了。那现在来复习一下今天教的哦。搭计程车，坐机场茶，赶时间，赶时间，左转，走薯片，厉害，右转，蒸薯片，厉害，直走，車行，厉害，谢谢，祝你专辑大卖，谢谢。复习时间，坐计程车，坐机场茶，坐机场茶，赶时间，赶时间。赶时间，左转，做薯片，做薯片，右转，蒸薯片，蒸薯片，直走，出行，行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看看啊，日本人的甜食风和日丽，有一细细的风动两手，非常适合找你的朋友一起出去行聊聊啊，就是出去散步啦。王勇来讲，谈好了，来去散步好吗？来去散步好吗？来去散步好吗？去散步好吗？一起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去散步好吗？哎，米儿，你干嘛这么没精神啊？因为昨晚失眠啊，一直抖口水、打瞌睡，好累哦。读墨水、打瞌睡、读墨水啊！现在刚好是休息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去散步好吗？来去散步好吗？我跟你说，散步可以让你有精神一点啊，而且刚刚好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长雄。你要跟我长雄商量什么事啊？黑公，如果有一个男生没矮他突然间送你一束花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应该是要追我吧？等等，你该不会是中医喜欢上哪个女生，想要跟我长雄商量怎么追她吧？嘘，那一团是不是上次那个高高的女生啊？小声一点啦！复习时间，打瞌睡，读墨水，去散步好吗？来去散步好吗？来去散步好吗？商量，长雄，如果黑公，喜欢，中医，我猜，矮團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
哎哦，当你去公园的时间，要看到动墙的花，用野的，当然还有电影墙的软毛虫。这个时候你要确认一下它到底是不是黑唔黑，用的门弹好了，呀黑唔黑软毛虫，呀黑唔黑软毛虫，呀黑唔黑软毛虫，这是不是毛毛虫？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嘿，呀黑唔黑软毛虫？嘿，你在干嘛？你在挖什么啊？哦，我在验奶挖土啊，因为我的朋友送我一些伐花的种子，所以我要验奶挖土回去种伐种花。哇，那这样子过几年我就会看到你种美丽的伐喽。嗯。啊。哎哦，呀黑毛给，这是什么？哎。呀黑唔黑软毛虫，这是不是毛毛虫啊？呀唔黑软毛虫，这个只是蚯蚓啊！吼，这样你都会看错。我看你要检查你的目珠眼睛了。毛毛虫电影脑讨人厌。毛毛虫一点都不电影脑哎，而且你不要看它现在丑丑的哦，它以后啊长大了就会变成蛹鸭的哟。虽然它会变成很漂亮的蛹鸭的蝴蝶，可是啊。我一点都不喜欢软毛虫、毛毛虫，因为它真的很电影脑讨人厌。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挖土好了。复习时间，花伐，这是不是毛毛虫？呀黑唔黑软毛虫？呀黑唔黑软毛虫？讨人厌。电影脑，蝴蝶，蛹鸭的，眼睛，木竹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朋友行到路后，你可能会看到动墙的东西，很漂亮的东西，或者是动特别的东西，很特别的东西。不过呀，朋友，你的朋友某天某看到，不一定没看到啊。这时候你做点问题，朋友问，然后了，你有看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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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他没看到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讲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。现在我们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，你有看到吗？女儿啊，你一个人在这边看天空，看天空，有什么东西呀？有一只雕很大的鸟，是一只幽婆老鹰。哎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我没看到啊，我没有看到啊。哎，不过虽然我没有看到幽婆老鹰，不过我看到那边有无鼻的麻雀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！幽婆飞走了啦！啊？哦，没看到，很可惜耶。嗯，奇怪，幽婆不是应该出现在山荡荒山上吗？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啊？我在想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幽婆她迷路了，所以她要找回家的路。哦，也有可能。哎，不过虽然我没有看到幽婆老鹰，不过我看到了无鼻的麻雀，还有看到，哎，你看，蛹鸭的蝴蝶。真的呀！复习时间，鸟，雕的，老鹰，幽婆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有看到吗？麻雀，无鼻的，山顶，山荡风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
公园也是如何有机会看到动植嘅花同树嘅树。不过可能唔知佢係乜嘅名啊，研究咗嚟問，很好了。呀，係乜嘅植物？呀，係乜嘅植物？呀，係乜嘅植物？这是什么植物？那比方说，如果是兰花的话呢，他就会回答你说兰拔兰花。先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去呀黑马给植物。哇，好多花，好漂亮哦！哎，米儿小姐，你该不会是第一次来法师花市吧？是啊，这是我头一拜来法师，第一次来花市啊。刚刚好，我跟你讲，这里东东法法臭臭，很多花花草草，你可以在这里慢慢逛哦。哇，亚吕法罕讲这朵花好漂亮哦。尚伟，亚黑马给植物，这是什么植物啊？亚黑马给植物，这是什么植物啊？我知道，亚黑兰拔兰花。可以买一朵一缕回家吗？在法师花市，没有人买一缕一朵的，你至少要买一条一颗。这样，既然这么喜欢，我们就买一条一颗，然后顺便问问老板啦，这个后照顾某好照顾吗？那你那么懒散的人，根本就不用问好不好照顾好不好，这活不久的啦。照顾花很简单啦，不过就是领拔浇水就好了，又不用什么特别照顾。是领拔那么简单，这学问很大的。像你那么忙，根本没有时间领拔浇花，根本就不用想了。说的也是哦，我可能连领拔浇花都没有时间。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就看看就好了。复习时间，一朵一蕊一蕊，这是什么植物？亚黑马给植物，亚黑马给植物，一颗一条一条，照顾照顾照顾，浇花淋花淋花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蝦嚟講客家花。是명민公客家哦，今天要来学客家的厉害了。从新加坡来到这一边，我们来欢迎郭美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尚伟你好，你好，来自新加坡的郭美美。那你来到台湾呢？那你自己跟新加坡的感觉，你觉得新加坡的天气比较舒服呢，还是台湾的天气？当然是觉得台湾的天气比较舒服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一句话：亚比吃豆一怂上。好厉害哦！就这里感觉很舒适，就是通常指天气啊，或是你到任何一个地方，那你会讲了亚 V 这里，这边那边 ，GV 哦 ，GV 那边厉害，你真的准备的还不错哦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来进一步讲一讲跟天气有关哈。好，比方说有的地方像新加坡跟台湾比起来，可能是台湾比较湿，对，就是湿。比较湿一点的感觉。那如果是比较干的话呢？早，好厉害哦！早就是干的意思。你问了我台湾的感觉，现在就让我问你一下，你觉得对新加坡有什么感觉呢？你去新加坡，换你访问我哈。我去新加坡，我个人感觉新加坡是一个相当干净的一个国家。强力，哇塞，强力干净，你也会耶。当然了，哎，过关，赶快把握时间再介绍一下这张专辑《我的达伶郭美美》，大家要支持。那今天谢谢郭美美，谢谢尚伟哥，谢谢。复习时间，这里感觉真舒适。亚 V 吃到一怂爽，亚 V 吃到一怂爽。那边 GV 湿湿湿。干早干净呛力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蝦嚟講客家花。哎哦，到
身体好，不管工作有几无限的，要去请时间做运动，这样才会健康。但是呢，一个人做运动较无聊，做在群朋友穷下像安东人啊，网友讲很好了，穷下来去运动，好冇？穷下来去运动，好冇？穷下来去运动，好冇？一起去运动好吗？现在我们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去，穷下来去运动。球都是你在进，我都没有玩到，讨厌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嘛！打篮球，我是 No.1 呢。哎，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灾患口渴，你呀，可不可以帮我这一个高手去拿一下棉趴毛巾，还有一瓶水？棉趴、毛巾、水。我陪你打篮球，打篮球已经很累，你还要叫我帮你做事啊？哎呀，去嘛！拿去啦！哦，不要这样这么不甘愿嘛！哎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嘛。哼，可是我觉得你们男生打篮球很累，又会流汗的。哼，我觉得呢，最好玩的啦还是动球、撞球是最好的运动。哎呦。动球撞球，这个叫休闲活动，不是运动。不过不管是休闲活动还是运动都 OK， 只要运动都对身体好。所以呢，以后有空我们约啊，穷下来去运动，一起去运动。复习时间：口渴、灾患、毛巾、棉趴、打篮球、撞球、动球的，一起去运动，穷下来去运动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分享大家穷下来講客家話。要不然环保印了印出野味哦，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使用免洗餐具，像黑盘的啦、碗啦、筷的啦，用越少越好，这样才会爱护我们的 TQ。所以我们要躺好了哦，穷下来做环保，一起来做环保。我们去看看怎么用。来，穷下来做环保。吃饭喽！等一下，去把偏手厕所里面的天否电灯关掉。天否电灯为什么会要关掉啊？这是节约能源的问题，用不着的天否电灯就要关掉。如果你不做节约能源的话，我们的 TQ 地球很快就会消失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穷下来做环保，一起来做环保。尚伟啊，这边有免洗筷啊，你干嘛用自己的筷？这个叫做环保筷环保筷。环保筷环保筷我知道啊，可是你不觉得这很麻烦吗？这个吃完还要洗才不是这样说嘞。这个免洗筷啊，是制造垃圾的头号杀手，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都改用环保筷环保筷，而且用环保筷环保筷又方便又卫生。说的蛮有道理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明天呢也要去买一双我自己的环保筷环保筷。穷好了这环保，一起做环保。对呀，记得一定要去赶快买一双环保筷环保筷。复习时间：电灯、天否，关掉，关掉，一起做环保，穷下来做环保，地球 TQ， 筷子，垃圾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分享大家穷下來講客家話。
呀哈给人工作一来一无闲了，可能会没时间看报纸、谈广播，所以就不知道发生了哪些事情。这个时候你可以问问别人，要怎么问呢？谈好了哟。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今天有什么新闻？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去，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哎，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今天有什么新闻啊？看你们两个讨论这么认真，说来听听啊。新闻？没有啊。哦，最近好忙哦，连喝杯茶关心一下天下大事的时间都没有哎。你知道吗？顶鹏燕今天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哎。不过你怎么会突然问我们今天有什么新闻啊？没有啦，因为我昨天啊在天师电视上面刚好看到很好笑的事情，我想说你们可能在讨论，就想说一起来分享一下啊。天师电视。最近忙成这样，哪里还有看电视的时间啊？对啊，我们的生活啊，已经被工作给占据了，没有时间看天师电视哦。那我想，报纸、广播就更不用说了啊。报纸和广播，报纸和广播，我哪里还有那个美国时间啊？你以为每个人跟你一样闲啊？对，不过不要跟你们说这么多，你看看，你妈妹天都要黑了，傍晚了哦，再不快一点啊！你们可能没办法准时下班哦，再好帮忙。好啊，你好哎。我开玩笑的啦。复习时间，今天有什么新闻？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近半夜有哪些新闻？名字代表一个人，有很多机会，你必须了解对方的名字怎么称呼。比方说了，你今天要跟人家互相留姓名、电话的时候，你就要用到这句话：你언더맞게 명，你언더맞게 명，你언더맞게 명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呢？走，你언더맞게 명。好像有听到有人在叫，在哭哎，我去看看哦。哎，小朋友，你怎么了啊？做嘛给都亚比叫，为什么在这里哭啊？我爸妈妈给我的钱包弄丢了。啊？钱弄丢了，钱唔见摕的啊？唔敢转不下。唔敢转不下，不敢回家啊？那你先想想看哈，你刚刚玩的地方大概在什么地方？大概在那附近吧。哦，这里这么大，可能很难找哎，懂困难哦。你언더맞게 명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杰。啊，小杰哈，那你莫叫，不要哭，好不好？那待会呢，我带你去警察局，警察局，请警察先生帮忙看有没有人捡到，可以送到警察局，好不好？然后之后你就可以转不卡啦，可以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那不要哭。那我们现在警察局大概在那边，我们先过去那边。好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教的所有的客家话。复习时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언더맞게 명，你언더맞게 명。为什么？做嘛给？做嘛给？哭。叫，回家，转不下，转不下。警察局，警察局，警察局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跳下嚟講客家吧。名人会客室，两人共客吧。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课堂上的是一组新人的团体，他们的歌相当的特别，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太太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唱兼 keyboard 手阿木。
啊，我是 keyboard 手兼主唱黑狼。黑狼，那我是贝斯手方 Q。方 Q， 那来到我们这里呢，通常你知道吗？我想到我新人的时候，人家都说嘴巴要甜啊，嘴巴要甜，你才容易上节目，人家才会多多 promote 你的东西。所以我现在就要考考你们嘴巴到底有没有甜。好，请问哈可以可了呀节目好看吗？当然是很神奇哦，厉害，这样算有甜啊，神奇。神奇就是有趣，真的吗？你们也是这样认为吗？当然啊，因为这个节目有这么有名的主持人，这么有名的主持人。现在的新人真是电影强，电影强就是恐怖哦。那我当然也要好好来回馈一下喽。亚 V 夫影嘎这位太太这张专辑很特别，为什么特别呢？因为呢，他们是双主唱。那接下来我要考考你们，今天我们教了客家话了哦。这节目好看吗？呀，节目好看吗？有趣，神奇，有名，有名，厉害，恐怖，特别，厉害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复习时间。这节目好看吗？呀，节目好看吗？呀，节目好看吗？有趣，神奇，有名，恐怖，突然强，特别，特别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哎哦，你有算过吗？在你家附近有几多间便利商店？唔错，当多间在便利商店提到食的、饮的、用的、搞的，嘛个东西就有。所以你做嚟讲，谈好了哦。有便利商店汉方片，有便利商店汉方片，有便利商店汉方片，有便利商店真方便，一起去看看，罗嘿。有便利商店汉方片。Hello， 我要去便利商店拿钱缴费。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要买？我春莎顺便帮你们买回来。那钱缴什么费？那水费缴水费啊，反正春莎啦，顺便赶快想一想要买什么。便利商店可以纳税费、缴水费啊！哎，你很土哎！我跟你说，便利商店除了吃喝玩乐都有之外，还可以纳税费、缴水费，还有停车费，连发单就做得喽。我是比较常用宅急便啊，像是可以寄信呢，寄信还可以寄包裹。像我从福印昨天寄了一个包裹，今天下午就到了。有便利商店汉方片，有便利商店真方便哦。我跟你讲哦，天公日明天便利商店有促销活动哦。复习时间，顺便孙莎，有便利商店真方便，有便利商店汉方片，有便利商店汉方片。寄信呢？昨天初几日？明天天公日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上一个较好嘅咧，一天内认真做事，3万大兵。请基本的工作态度是不迟到、不早退，这样才有机会成功。所以谈好了，做条路爱3万，
做头路爱散忙，做头路爱散忙，工作要努力。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，做头路爱散忙。上吗？怎样？什么事？我在开会。哦，我想要跟你加钱。加钱？借钱？点啊！哎，你有问题啊！现在才月初而已，要借什么钱啊？神经病！没有啊，就是因为我这个月啊，就常常睡过头啊，然后又忘记请假，所以啊，我这个月被扣了半个月的薪水，我没有钱缴房租了啦。睡过头，你这样太懒实、太懒惰了啦！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还没有呛假请假，太离谱了！哎，像你这种工作态度，根本是臭给不对的，不可以这样子，你这样一点都不负责任呢。好了，我当然知道周条路要上忙啊，我知道工作要努力啊。好啦，我已经得到教训了啦，以后呢，我会上忙周条路，我以后呢会努力工作，好不好？错，对。做头路爱散忙，工作要努力。哎呦，好了，少文大哥，你讲的都有道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加钱给我了吧？好了，看你这么可怜，这么无助。2万8。好了，2万8哈。复习时间：请假、呛假、懒惰、懒时，工作要努力，做头路爱散忙。做头路爱散忙，不对的，唔错嘅，对，错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马给时间会引走偏手，当然第一就是偶喵，拼音就是是查东西，我用哎会怎么样？当然堂后了哦，肚子痛就是肚子痛，我要赶快去偏手了，老一，肚子痛。哇，吃得好饱！哎，米儿，下次我们还可以去那家餐厅吃。对啊，它不但好吃，而且还懂便宜，很便宜耶！以后可以常去那边吃啊。哎，米儿啊，不过虽然是好吃啊，可是我刚刚一路走回来啊，我一直觉得有一点某松快不舒服哎，而且感觉有一点点肚子痛哎。啊，肚子痛哦。啊，会不会是刚刚那条的鱼？你不是说它好像没煮熟啊？一定是那条的鱼没煮熟没煮熟，所以我肚子才怪怪的。哎，坏台嘞！糟糕了！我觉得我的肚子越来越痛嘞。哦。哎，米儿，我看我不去偏瘦厕所不行了。等一下，如果有人来找我啊，你记得跟他讲我肚子痛，去偏瘦厕所了。快去！要记得啊。好。哎，我怎么好像也开始肚子痛？啊，不行，我要赶快去偏瘦了。复习时间：肚子痛，厕所。偏手，不舒服，某送快，没煮熟，某煮熟，糟糕了，快台嘞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最近甜死多变，一下的人一下的热，一下子不注意啊，就会寒到，有的人引出，有的人引流鼻水，这个就是生病咯。客家话用来讲，躺好了。
爆香哎，爆香哎，爆香哎，生病了。现在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爆香哎。你的报告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一直咳嗽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好难过。我想因为最近甜食天气变来变去，所以很多人感冒了而且我有硬抽，一直咳嗽，而且还流鼻水。还是你哈猪下午请假回去休息好了。不用了啦，只是很多感冒而已，不用请假啦。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冷，你外套可不可以借我？有啊。不过我感觉你好像有一点发烧，我看一下哦。有吗？好烫你真的发烧了，发烧了。我看你啊，要赶快去本县上空去看医生。哎呀，不用去本县上空，不用去看医生了啦。不行啊，你保平也生病了，就是要去本县上空去看医生啊。好啦。我知道了，我下班之后会去本县上空去看医生啦。身体好了才有力气工作啊。复习时间。生病了，爆香哎，爆香哎。流鼻水，流鼻水，流鼻水。发烧，发烧，发烧。看医生。本县上看，本县上看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名人会客室两人讲客家，今天呢来东欢喜，很开心，因为今天现场来了一位东奖嘅小妹，我们来欢迎伟如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伟如。伟如是很久没见，但今天看起来变有一点瘦吗？超瘦。但是身材是变超瘦哈，但是你的这个脸有一点痞吗？痞就是肥的意思，但是在你的身上组合起来就是还是算可爱的。谢谢。像伟如这么漂亮呢，常常最担心的就是走光恐怖了。对，那我们来聊聊，如果有一天呢，你到后台突然发现有另外一位女艺人闷闷不乐在那边，你会问她：用的黑某，你怎么了吗？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她如果是乐观一点，她真的走光了，她就会面粉鸡渣。对。面粉鸡渣，脸红红。那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没那么乐观、比较害羞到极点的时候，他会流目子哭啊，流眼泪啊。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，今天教了哈巴瘦、肥、痞。你怎么了？你用的黑某，面昂昂，面红红，面粉鸡渣。厉害，面粉鸡渣，流眼泪，流目子，流眼泪，流目子，好厉害啊！伟如今天算过关，耶！真的家里有哈嘎影，真的很厉害。那今天谢谢伟如，谢谢。复习时间，你怎么样了？你用的黑某，你用的黑某，脸红。面粉鸡渣，面粉鸡渣，流眼泪，流目汁，流目汁，瘦，超，肥，痞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